去年有一只仙鹤伫台北市立动物园出世，落尾真侪民众甲伊投票号名叫做李鹤。李鹤的爸爸妈妈是2011年的时阵呢，对日本川罗市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这川罗市代表团今年也来到台湾，除了看李鹤以外，也含这个动物园进行保育交流。 古水的仙鹤徛伫青金金的园区，头顶也无明显红红的特色。伊是伫台北市立动物园拄出世的仙鹤李鹤。李鹤是由2011年为日本川罗市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的比格加基卡伫去年生。川罗市代表团今年也到台湾拜访，除了来看李鹤以外，也参动物园交流保育的经验。ビッグとキカをお送りした時から、いつの日か必ずヒナが誕生すると思ってて。 10年待ち焦がれたその日が去年ニュースをいただいて本当にこうみんなでお祝いに来れて本当に嬉しかったですね。动物园表示，无像中国罗西亚的仙鹤、北海道的仙鹤是无咧潜耍的。比格加起卡伫2011年来台，当初时是为着安排仙鹤伫日本以外的地区做野外保育，因强调亲像这款的国际合作保育计划是真重要。今年要不要继续繁殖？要不要再给？ 毕格跟 Kika 机会，以后长大以后，他要不要找婚配的对象？双方我们在后续的几天，我们就会针对这些议题做意见交换。动物园表示，这摆交流无限制伫仙鹤，也会针对侪侪当咧拄着保育问题的动物进行讨论。若物种适合伫上远的环境生活，也会讨论合作机会。记者郭明良随台北报道。